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你今日有请到来宾係來自我哋彰化民清國小嘅主任莫教總。伊把伊自家書上嘅軌道嘅圖案帶到我哋學校，我哋嘅聲音嚟去教。伊最希望嘅嗬，係把嘢就譬如講打陀螺嘅啦，或者呢打鼓腳啦，還有我哋騎單輪嘅東西，幫我哋聲音嚟教，可以訓練伊的呢邏輯嘅一啲能力，同時最好係你講可以慢慢嘅解決我哋聲音嚟怎麼教三視數據嘅一啲問題。你今日有請到我哋呢節目教總來到現場，我聽伊講，一班希望去做到一條事情呢，我哋翻嚟今日來賓節目教總來到現場，教總好。主持人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係彰化民清國小校長周金木。教總歡迎來到我哋現場嗬，因為我哋好多已經有我哋觀眾朋友講，然後因為帶到嗰度我哋嘅同學留到我哋嘅國小幫我哋嘅聲音嚟教嘛嗬。但是節目嘅開始嗬，我想請問一下講，那個教總你喺哪邊嘅行業啊？我係桃園榮美嘅客家人，不過我嘅身份證號碼是 Y 開頭，Y 開頭，Y 開頭。就也是都看網絡上的訊息，就講Y 是那個陽明山特別行政區，陽明山的，然後同我哋總統強一個開頭的啦，所以就想原來我是天龍國中的天龍人因為國小前是從都待特別士林那邊，然後國小前才回桃園陽美。然後，因為我老媽在楊梅區的話，算是大系，許姓是大系所以從小就跟在楊梅這邊算是長大。然後一路過來的話，因為我走過家庭及工廠，所以手邊看到的這一些手做的東西，都是我沒搞的，比如說像裁縫車、手做的區塊。然後因為我是老大，老媽特別都會要求比較多所以跟着老媽一起學做這些東西。那自己國小本身也不太愛讀書，所以走過家庭及工廠，所以很喜歡賺錢。其實講到我哋呢節目教總有講到我哋家庭及工廠嘅段時間，相信觀眾朋友嗰種有聽過他們5年生、5年級生、4年級生嘅話，如果記得他們喺民國差唔多60多年、70多年嘅時間，台灣嘅經濟開始愛北方來嘅時間，其實聽我哋呢幾度嘅我哋講家庭地位，後來幾度嘅嗰種代工啦，只有過乜聖誕節嗰種燈飾啦，哈，對，然後無論你拆乜東西、修乜東西啦，嘿，也其實都是家庭及工廠的事啊。其實人哋講，古夜時如果談到我們後面有一個那種刷毛衣的機器，我們也談到沙，對，哎呀，都提供，其實這全部聲音的機器都真係天數。可是我們這個後來都我哋彰化甜米嘛，可後來我又轉到我哋永清國小、民清國小去咯。退回來就是夏洪校長說來接午餐秘書，想說午餐秘書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然後哪知一接手之後才發現到，甜美國小的午餐秘書是1300人次的用餐。那時候在想說一個大男生。沒有下什麼廚房，然後要去買菜，糟糕了，怎麼辦？結果校長9月1號就換人了，然後換詹麗麗詹校長過來，然後校長看一看，一個大男生接午餐秘書，你會煮菜嗎？不會呢，怎麼辦？所以從那時候就開始跟着詹麗麗詹校長做所謂的午餐團上的一個工作。那午餐1年完之後，接任級任。然後到組長，然後94年考上主任的時候就出去了，然後94年的時候又因緣際會回到田尾這邊接教務主任，然後過了3年之後97年就考上了校長出任派任到那個彰化的香田國小，然後陸豐
到明镜是第3所学校了。哇，1200个人咧，的学校吼，1300。系啊，因为但是我哋双方咧，其实佢嘅人推地方吼，伊啲學校，伊啲小學1300個人，等於如講，伊學期伊啲人期差唔多250%人咧，係，差230，七班6班過7班，係6班到7班咧，吼，其實嗰時嘅聲音叫我幾多時哦，聲音差唔多係安尼安尼，嗰時候示範嗰時1300個人嘅示範量是在幾大哦，係啊。跟这个我因为讲，睇某一啲每一啲階段，好每一個不同的一個階段，甚至是每個不同的身份的時候，你看待這個學校的一個管理的角度會不會不一樣？每一個層面看待，甚至還對待孩子們區塊，基本上都不太一樣。你像在田小接手午餐秘書的時候，又帶扯鈴隊，又接教練，那教練的話就是相對的會。真的很凶哦，那就是會希望就是孩子們能夠把這個扯鈴能夠真的把一些技巧學起來。所以我們89年的時候代表彰化縣參加第1屆的那個全民運動會啊，小朋友上台的時候，真的第一次上全國賽的那個感覺真的不太一樣。然後自己出去94年考上主任出去之後。也是因為喜歡玩啊，所以帶着孩子們就是說想說扯鈴這個東西就是不要荒廢，因為它也是算是我們講的國粹啊，自己會玩，我就帶孩子們去不斷的就是去練習，然後在練習的過程當中發現，孩子們其實學了一技之長的東西，他在舞台可以發光發熱啊，所以到97年出任香田的時候，也把扯鈴帶過去。只是我有一陣子沒有辦法玩扯鈴，沒有辦法玩扯鈴的話怎麼辦？就看到電視上有在介紹那個追風少年，盧志偉盧官的那個追風少年的簡介。獨輪車，工廠就在彰化，就這樣就去拜訪那個獨輪車黃建黃老闆，所以有一陣子就把扯鈴先放下來。就帶孩子們玩獨輪車，從獨輪車過程當中，也看到孩子們真的不一樣的東西。我們講說騎腳踏車的視野，哇，好像就是這個樣的。可是獨輪車不一樣哦，那個視野站上去的時候，那個視野叫做自信心。所以我從這個過程當中看到孩子們的自信心之後，我就知道這個東西可以推。所以我從97年開始從彰化推獨輪車，所以那時候在南彰推廣的時候，大概應該基本上南部就是我們南彰化有在玩獨輪車的，基本上都是香田這邊孩子們出去帶的。但恁查無咁簡單咧，跟這個樣學嘅咯。徽章，徽章拜也會跌倒了所以我知道他很不容易學，但是我也跟孩子們鼓勵，就是說你學起來的時候，你上面的視野絕對不一樣。然後除了獨輪車之外，在香田有帶起來就是口琴。現在的孩子們有一個通病，很愛講話，都會講發，所以口琴就想說嘴巴含着，唔會講發，唔會講發。然後把口琴因為我50年代的時候，美軍駐防台灣這邊的時候，有把這個口琴帶過來我會看到這個東西是學校的主任的主任的公公，不會樂理，可是他年輕的時候有一把口琴，聽那個垃圾哦，他就會把那個樂曲就吹出來。我在想說，因為我學生時代的時候有參加口琴，就想說，這個東西應該可以讓孩子們學到不一樣的東西。我想說，孩子們會騎獨輪車，那再加上一項樂器的話更好。然後想了很多的樂器，馬林好貴哦，直笛好像大部分都會，所以我就想說，口琴它不貴，隨身可以帶着走。所以像扯鈴、獨輪車、口琴，我們一路過來，我們到台中市的那個集會堂
去做展演的时候，孩子们吹完口琴，然后校长、主任、老师们分享我们的那个特色学校的一个经验，当下那个底下的观众们的掌声鼓励真的不觉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几个主任、老师们，甚至小朋友在台上的时候，真的那个眼泪就流下来，这种情形都会感动。对，就觉得就是说，我们推的这些东西真的很值得。好，故事今日啦，我发现到讲，我哋的节目高中唔单是这个个会教，嘛规会教，同时有的规好堂咁样嘅按到武庙高中。中文的武庙高中咯，下一堂节目我哋同讲，休息下我哋马上过来哦。翻过来，复起来嘅。上个节目我哋来自中华民清国社会主金木高中，来到了现场同人讲，伊当初伊也俾伊哋教学嘅立场，或者请问一下好，因为头我哋睇最慢的时间，同我哋观众朋友讲，其实高中有一啲爱好，按到武庙高中吼，怎么我哋武庙高中按定下嘅一啲爱好呢？在武庙的学生时代的时候的小名啊，然后一直到主任班之后，在写资料的时候就又把它拿出来用。因为其实早些年要考主任或者是校长都会参加读书会，我都会收集的资料就把它放在上面，就是黑猫主任。所以市面上如果看得到的上面，如果读书会的一些资料上面如果写黑猫主任，大部分很难东西。我不太会读书，但是我是属于刻苦耐劳型的，所以出来当校长之后，武庙高中蛮亲民的，还是跟着孩子们，就是让孩子们知道。所以我自己本身有一个武庙的那个 logo， 然后从这样的方式去带学校的一个经营，所以从香田啊、陆丰啊到明镜，就一路把这个武庙高中就一路沿用下来。嗰是其实因为特殊的关系留下来的爱好，无想到慢慢的变成更加的对武庙主任，变成更加武庙高中。对啊，可是我想问一下高中因为你这个系学人人家做高中以后，有想到讲我把我哋的客家的文化教俾我哋呢啲课程地位吗？有想过啦，就是当考上主任那一年，94年的时候，有报名客家的那个研习，在台中汉翔公司那边研习，跟着老婆一起报名。结果哪知道我们报完名之后，我考上主任了，要去参加除训，结果剩下老婆去参加课语的研习，然后他参加2个礼拜完之后，对客家的一些东西真的就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像刚好那个时候董事的新丁板节、新丁办，然后一些简单的话，他也把它学起来。所以像回桃园家的时候，同俺妈妈讲话的时候，会讲客话哦。从90年之后出来当主任，准了国社的时阵，有碰到那个中立下来的一些客家人，那时候有在带孩子们讲开流的客家话，中立像整个都一买讲开流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带孩子们去真的去说。那真正的就是说，在推动客家文化甚至客语的部分的话，是到陆丰国小海丰仑那个地方就是两个聚落，陆丰村跟海丰村。那去了解之后，原来汉伦海丰仑啊，叫汉伦，它的早期的住民是从广东的那个海丰市陆丰县那边的过来的，所以
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个地方有客家的一个聚落，所以我就想说，中立的那时候中平国小的陈新平陈校长，我的国中的学长，他在玩步马因为我们汉伦这边也是日据时代的时候，在鬼征消报备最多的时候有5团的那个客家步马，我想说，这个东西可以玩，所以申请我们的客委会的一个专案课语生活学校，甚至108课纲的那个学校，试着把那个陆丰国小的步马文化把它拉起来。所以手边看到的一些步马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在陆丰国小的时候去run的。那从社区的文化，那学校端的部分的话，因为地方的民众基本上跟很多都他知道那个生活习惯都还保留。藏言语是天窗耶，是嘛个是天板。记得我见天板的是为什么要吃见天板金地？他只知道阿妹改讲，通常讲藏言语是见天板的是。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典故把它找出来，然后在村庄里面，甚至于学校段，跟孩子们说，藏言也是天穿日，就是我们讲客家人，就是天穿日过后长开始走谁，以天都走谁所以把这个东西把它带进去陆丰的一个社区。其实学校的客家文化的推动最大助手就是我们的那个洪淑玲老师。他是从新竹北埔嫁到彰化永靖这边来的，所以很多的一个区块的话，像手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麻烦洪淑玲老师这边来协助帮忙。你谈起来吼，你发现到讲，今年带起来要步马的吼，人来讲，它不只是一个童玩它其实是牵扯到就是我们如何去发现当地社区的历史。以前客家的历史，然后慢慢的利用也个底下历史以后，然后利用伊的以前有一个传统，伊哋重新把人的沙起提讲以前原來客家莊有留下我哋以前客家莊嘅生活的習慣，然後我哋對學教方面，除了提講本身嘅提講以前也係客家莊，同時你話有一啲歷史的存在，嗰種看來也為一啲童教唔單止係一個玩具而已。它其實是喚起社區過去的一個客家歷史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咱講倆海豐崙嘅步馬，日本時代只有倆步馬陣所以會說最鼎盛時期的時候，咱講鬼征消報備，整個村莊有5個團的步馬陣。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慢慢的凋零之后，一直到80年代步马有消失将近快20年，然后社区的那个一个退休的主任周清成周主任很用心，希望能够把步马阵能够把它推起来。那我在刚好到陆丰国小去接任校长的时候，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可以真的可以去玩，我就想说。社区的步马文化不要断，然后我能够带孩子们的部分，就是把语言的部分，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客家的一些风俗的东西，我尽可能就让孩子们去享用。所以你说像客家擂茶啦，或者是我们讲的一些米苔目客家美食的东西，或者是手做的拍打棒，甚至就是说童玩的沙包。我让孩子们去享用，因为自己今年历任校长已经15年的校长经历，就得到了3个教育：吃苦教育、劳动教育跟生活教育。吃苦教育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劳动教育做中学学这种跟我一起做；生活教育就是培养孩子们成为一个生活自理的一个好国民。所以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让孩子们知道原来。我的社区那海豐崙有这些步马的东西只是社区的老人家不太会说。但是我过海豐村，我海豐村还有一些老人家，因为讲应该是4线腔的国小端的孩子们，基本上就是说比较不会说，所以
开始推的时候真的很辛苦，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因为我们客委会这边有在推所谓客语认证，所以在那边6年半，就是一直到我的小朋友，我小朋友在陆丰国小毕业的，一直到他国一的时候拿到的客语初级的认证，所以我让孩子们就是说自己的根，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社区，我们讲做客家人的根，不要忘记自己的根，让孩子们知道你本身你的祖先是客家人。唔係講我大了到，家己的祖先是客家人唔對，所以我盡可能就是說我的能力的部分，就讓孩子們學習這些客家的文化，告訴他們這個地方就是客家莊。你聽落真係感覺到幾感動啊！因為嗰啲講教育嘅一個本質啊，唔單止講係教人樣嘅去讀書，樣嘅去做人，同時嘛教人樣嘅唔去瞄。每件的這個係客人的一個經驗部分，咁我哋講其實學校地方有幾多嘅，有啲佢特別的一個事情係講，學校地方有校雞吼、校雞，係因為我哋從頭聽講有校犬啦，吼，嘛校貓啦，做乜學校地方會有校雞呢？來民慶之後，原本是社區的雞啦，因為我來的時候就有那2隻雞。原本都是母雞，然後社區的民眾又想說你們都是母雞，然後又抓了1隻雞給我們，所以就有公雞跟母雞。然後公雞母雞有一天生了很多的蛋，然後就在自己校園的角落，一堆蛋就在那邊孵，還真的孵出來了，然後越孵你也知道雞就是越生越多，所以孩子們在看到雞孵出來的時候，真的會蠻感動的。因為我知道有公雞跟母雞，所以生的蛋都是有受孕的蛋。然後也買了一部那個孵蛋機，讓班上的孩子們，一開始3年級老師說，是不是讓孩子們去體驗一下生命教育？真的還孵出小雞了哦。其實我要來參加錄影之前，昨天去收拾東西的時候。也看到我們的雞，真的又孵出1隻小雞出來，也很感動。就是說，它就是一個生命教育。食農教育裡面，其實就在這個區塊的時候，讓孩子們知道，就是說，原來大自然，孩子我們平常吃的蛋，其實孩子母雞它去孵的時候，可以孵出小雞。所以，一陣子校園裡面的雞，還真的還蠻多的。過年前不是蛋很少嗎？校內的蛋還真的蠻搶手的。可是我想講，這是一個全台灣在燒卵的事情，我相信這是這地方已經冇燒卵吼。可是我談下我哋咧高中嘅一個講法地方，你會發現到講我哋咧有沒有高中，唔單是人鬼神奇，伊做嘅事情嘛鬼神奇。有些下我對下我哋買過多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中華民慶國社會主金木，我哋武廟高中，來到我哋現場同人分享講，很用嘅把我哋客家文化帶入我哋課程地方。嗰時一段時間後，我就想摸一下我哋高中講，譬如講，唔能把我哋客家文化融入我哋課程地方嘅時間，唔能有哪一面向麼？有哪一個方向的客家的文化的課程呢？好。108課綱之後強調的是素養的一個課程，所以到陸豐的時候剛好恭逢其盛，就是把客語的部分融入在課綱裡面，所以規劃了一系列的客語相關的一個學習，從語言、美食，還有所謂的那個文化風俗的一個區塊。那孩子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我們就發現到聲音都開始教佢講客家話，聲音下堂食怎麼辦？那我們客語的彭淑雲老師就從客語的唱跳開始帶孩子們去做
课程的一个相关学习。那1、2年级的孩子们真的很可爱，唱着我们的八公八婆哈嘎哈嘎哦，就是说学起来之后就可以上台去表演的。孩子们卖力的表演过程当中，他们就有自信心了。到了3年级、4年级不同的一个区块的时候，我们融入的课纲就是随着素养的一个课程，让孩子们就是说去学习不同的阶段的一个东西。所以到5、6年级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所谓课以认证，带孩子们就是说真的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在生活里面去使用。所以像我自己的小朋友，每年都参加那个课以认证的一个，我们讲说认证，然后我不见得孩子们能够就是说得到那个认证哦。其实我还蛮高兴，我自己的小朋友在国中1年级，就是国小毕业的时候，去考认证的时候，既然过了，他自己也很高兴哦。身为客家人的后代哦，他能够过这一个客语的一个认证。那陆丰的孩子们也真的很扎实的哦，就是有2、3位的孩子们就是得到客语的一个认证。所以在推动客语的一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对啊，真的从孩子们喜欢，然后他认同之后，整个从生活面去切入的时候，原来这些东西就是他生活上最常用的一些东西。冇错。咁種咱嘅把我哋客家文化吼，用英文嘅108課綱地方，咁跟我哋講家長嘅反應用呀。其實像融入到課程裡面去之後，智慧型手機很好用哦。我都會帶孩子們在做課程這個區塊的時候，就跟老師們，也是老師們要協助幫忙。白天老師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回去的時候就要做驗收，沒有錯。那請家長錄孩子們的說話的那個東西，然後回傳給在班級的群組，那老師們就收到，哪些孩子們就是完成老師們的認證。所以像我們的那個可以認證的那個有一個區塊是屬於那個問答題。我們的淑英老師就用這樣的方式，讓孩子們一句的讓孩子們學起來。我覺得就是說，課程教育的一個區塊，就是真的讓孩子們不斷的練習，然後有練習就有成果。我覺得就是家長其實還蠻認同這一個區塊，所以像陸豐的課語的那個藝文隊，甚至到明慶國小這一個區塊。我也是用這樣的一個模式，從低年級的孩子們先去做課程相關的一個練習，先讓孩子們喜歡。孩子們喜歡什麼？唱跟跳。從唱跟跳的過程當中學習客家語，那慢慢的把生活的用語帶進去，孩子們比較不會排斥。然後家長們也看到孩子們上台的那個成果跟自信心。我覺得說，明慶國小這邊的明慶村跟小溪村，雖然它也是客家莊，我們那邊的喜靈宮甚至那個習字亭都是客家文化的一個場域，那也是希望都透過陸豐的模式，讓明慶的孩子們也能夠透過我們的一個力量，就是說微薄的一個力量，就是至少我們把這個東西抓出來，讓孩子們能夠去學習，不然其實他們早些年沒有人去發掘出來，那只知道這個地方有客家人，可是他不知道怎麼去帶孩子們說客家話，甚至於就是說把這些文化把它拉出來。所以我到明慶之後，就是把這些東西、這些元素就把它拉出來所以像我們的開天宮就有博餅，那端午節我就想說，有博餅我們就來玩博粽，帶社區。讓社區的民眾跟着孩子們一起去做，像博粽的部分，今年已經到第2屆了，所以社區的老人家跟着孩子們，像綁那個粽子，今年報客家班粽，小朋友就是玩得很高興，那社區的民眾也真的體會到，原來客家人的班粽其實做起來不難，那
因为学校跟社区的一个结合，所以社区的民众基本上都还蛮认同学校推动的一些东西。冇錯。像我哋其實嗰度以前我哋本來冇嘅東西，但是而家生嘢都冇得用嘅，好，你想講花絲嘛，講客家嘛強樣。對我哋嚟講，我哋本來都要講客家嘅行業認證，可能冇咁難啦。但是對於啲完全冇基礎嘅生意嚟講嘅話，真係一些多出來嘅。像我哋今日我哋大家按照通告，譬如嗰啲東西我哋可能我哋4年級生、5年級生完事就有教過，但是其他生意咧全部冇教過嘅。佢其實高中，我想要把嘢都同從我哋生意所分享咯。土生音教咧都有東西，從法令龍啦、扯鈴啦、沙包，甚至就是布馬跟孔明鎖，這些東西，其實說實在，你像法令龍誒那個鈴鼓，就是我們的那個罐頭去做的。我帶孩子們去用罐頭的，就是說做一些手做的一個東西。我是5年8班的同學，因為以前小時候沒有什麼玩具，所以要自己動手做，所以我的有這樣客家人的習性就會發揮出來的，沒有自己想辦法動手去做，所以帶孩子們的時候，我會希望就是說讓孩子們自己縫自己的沙包啦、劍指啦，甚至就是我們講的那個飛輪，用那個瓶蓋做的那個玩具。對啊，這些東西其實孩子們在製作的時候，我要讓孩子們知道，就是這個東西你要玩，要做什麼，自己動手做。我會希望就是說，讓孩子們不要只有買現成他自己玩的。現成的東西有時候很方便，可是自己動手做的樂趣更多。那動手做的過程當中，就讓孩子們有探索的一個機會。我會希望孩子們就是透過我們的經驗，第一個孩子們要能夠培養生活自理。我們的紐扣掉了，衣服破了怎麼辦？針拿起來縫，怎麼縫？從平針縫、邊線縫、長針縫，帶孩子們去做。所以像縫布馬的部分的話，就會到所謂的車縫。我也是因為帶孩子們做，自己先練習車縫之後，一件一件的作品就出來。那老師們，有興趣來 follow me， 跟我來。我不會說，老師你趕快做，不是，跟我來說我們的那個面子包，那個紅包袋。我的1、2年級的老師就是要做紅包，就今年度部分做紅包袋給孩子們，每個孩子們都有自己的紅包袋。3到6年級的孩子們，很抱歉，不可以給你，自己裁、自己縫、自己做。所以經過我手的孩子們，就經過我們學校訓練的孩子們，目前的車縫的一個手縫跟車縫的經驗，基本上都還蠻足夠的。所以你說3年級小朋友，哎呦，那個針會刺到怎麼辦？對啊，家長刺到怎麼辦？刺到就是保健室護士姐姐有要果嘞。你就想說，哪一個媽媽阿嬷在縫東西的時候沒有被針刺過？像帶孩子們做那個客家美食的時候，Hello，那個菜刀很利呢，切到會流血。對啊，你去問哪一個媽媽跟阿嬷在煮飯的時候，甚至切菜的時候沒有切到手，都會有那種經驗。就是這種經驗，要告訴訓練孩子們，對啊，我們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是他有他的訣竅。就像拿菜刀，我們切菜的時候，我們會需要手一定要拱起來。為什麼要拱起來？不會切到手。這個叫什麼？這就是訣竅。所以這些東西要不要教孩子？要。為什麼？我會希望就是說，讓孩子們培養出來的走過明鏡走過，只要經過我手的孩子們，他能夠生活自理。你說衣服髒了怎麼辦？所以我暑假下熱血，一定要還帶孩子們去洗衣服。丟到洗衣機就好了，不是，拿肥皂自己手洗，然後晾在操場上面。因為經過這些動作的時候，孩子們有一天他長大了，國中、高中甚至出社會之後，他自己的慣洗衣服就要能夠為自己自理，能夠會自己洗。我不希望說每一次到什麼地方找那個洗衣店，為什麼要去找洗衣店？因為你自己手洗就可以了。這個就是什麼？這個就是生活能力。我也希望說孩子們學習到的就是這些東西。
这个东西叫做一辈子带着走的能力。我不希望孩子们就是说，你说生生有平板学的区块不一样，对，那个真的是另外一个区块。但是我会比较重视的，就是说你要能够为生活自理的一个区块。没错。可是我认为有没有高中，伊这个虽然讲，伊这个用伊的改世的力量，但是伊教本身人呢，是一生人带一这位嘛个呀，语言，同时也一生人照顾自家能力。经过感谢我哋有没有高中的人向同的分享按精彩的故事。感谢主持人哦，感谢观众好朋友哦，我爱了这机会来分享孩子们的这些能力，让孩子们学过这些东西，就是一辈子能够带着走。休息一下喎，等聽下你現場來強音通哦。我跟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的面書網站，還有到我的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